来看国际消息，哈马斯即卖因去年也有20个以色列人质伊的遗体也未交倒转来。以色列即卖警告，若警海会继续限制人道物资入去加沙。也美国这边，美国总统川普强调讲，哈马斯若唔解除武装，美国就会来出手。10个过饭店了，载着4具以色列人质尸体救护车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法院研究所。 路边有民众也国旗迎接因。这边的尸体交害行动是伫以色列宣布减少人道物资援助规模了进行。We hope that every last of the hostages will come back. We won't rest until they will. 以色列政府讲，哈马斯无照顶礼拜达成的停火协议，交害所有的尸体已经围缴。 所以决定自10月开始，甲逐工正入加沙的援助卡车减半，并且暂缓重开甲埃及相接的拉法关口。根据川普所促成的20点和平计划，哈马斯甲以色列拢同意关害48具人质，包括20位生还者甲28具遇难者的尸体。不过到10月，只有8具尸体被送登去以色列，13被送登去的4具尸体，包括1位以色列青年甲1位尼泊尔学生。 另外2具尸体的身份加上要求保密，以色列军方要求哈马斯将将所有人质拢限禁，互因得到适当的安葬。若果拖会采取相对应行动。川普则是一个华府讲，哈马斯将会解除武装，若无美国会出手。 Well, they're going to disarm, and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disarm, and if they don't disarm, we will disarm them. How will you do that? I don't have to explain that to you, but if they don't disarm, we will disarm them. They know I'm not playing games, okay? 1月13号，以色列放登去的要甲2000位巴勒斯坦人，伫登去约旦河西花了后，指控伫咧关押期间遭受以军不当的对待，规身躯拢是伤病。加沙市伫以军撤离了，也开始清理的工作。 نحتاج توفير الآليات الثقيلة اللازمة لرفع الركام الثقيل لا تتوفر لدينا 因为加沙的局势即马也无稳定，哈马斯派几多百个武装人员伫咧落去维持秩序，并且伫加沙市区公开处决几多位被指控甲以色列合作的人。哈马斯证实这寡处决是由因的战术执行，讲是为了要恢复治安。公司新闻金万庆编写。